国际想要紧来看南韩的研究单位南北发展公布一段影片，是有2个少年人因为去偷看南韩的戏出，互人抓去公开审判，判12年的劳改。专家表示，北韩即马少年人受罚已经无同，北韩政府因为恶控制，才会重判要抬价价高。这段真罕见的影片，若像伫2022年翕的。伫一个亲像学校运动场的所在，有2个16岁北韩的少年家，因为看韩剧去互逮捕。因伫一个学生面头前受审，而且因的名甲住址拢互公开，将其尾封判12年的劳改。影片内底强调政府的宣传，讲南韩家里政权残害人心的文化，已经拖到青少年的族群。因这16岁尔，都已经把家己的未来毁掉。 지금 김정은이 머리 아픈 부분은 MZ 세대나 그 차세대 청년들, 소년들 우리 생활 방식이 사고 방식이 달라졌다는 거죠. 그것을 다시 이제 북한 방식으로 돌리기 위해서 이런 작업을 진행하는 것 같은데. 发布影片的拓北者研究机构南北发展指出，这内容可能伫北韩各地组织，加做意识形态教育的宣导。北韩甲南韩的戏剧甲流行音乐看作是思想的威胁。2020年颁布新法，若有看或者是传播南韩娱乐的人，相当会当判死刑，因为对南韩社会误望，会影响北韩人尊敬金氏家族单一的意识形态。 지금 세습 체제에 또 김주애를 등장시켜서 세습 체제, 세습 후계자를 내정해야 되는 이런 행동을 굉장히 많이 보여주는데 중요한 것은 국민에게 설득하려면. 影片内底还佫批评，若是穿短裤、较缩脚的裤、甲衬拖等等外国服装的风格，还佫有染头毛的女性，讲因受到南韩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传的毒害。南北发展执行长崔建基表示，这影片就算对北韩的人民是一种严正的警告，不过嘛显示南韩的文化伫北韩各地是已经真普遍。公视新闻，施惠中编译。